这届空雷风台扫大雨，伫咧南部的南怀公路部分的地基，搁去大水冲起，民北克鲁便桥嘛去冲断。高雄的那马夏架线等所在有9000户停电。嘉义阿里山乡今仔是搁再停班停课一天，阿里山铁路嘛是停驶。便桥放落溪水内底，只剩光娘，溪底便道嘛流失1公里。控制风台伫咧高雄的山区带来大雨，毋但甲南怀公路复兴里路段落去漏了，搁甲明北克鲁便桥甲溪底便道冲放去，造成桃园区复兴、拉夫兰甲梅山3里变做孤岛。因为目前蛟龙溪的河水暴涨，那等一下蛟龙溪的河水烧退之后，我们会进行抢修。坑洞约有长11米、宽6米，深达河床。现场已由警方及保全人员拉起这个封锁线管制。虽然初一高雄山区继续停班停课，公务单是透早就派怪手进驻开始抢修。受到前一天强风大雨影响，造成那马夏架线等地区停电，煞因为道路未通，造成台电无法度入去抢修。区长带队透明抢通道路，要让民众赶紧复电。快闸门进前8点进前，风雨就都大啊。工作人员甲闸门开开，毋但高雄的山区，嘉义的山区前一天嘛是风雨真透。阿里山公路暗时8点就先封起来，初一透早7点半才开放。阿里山乡紧急宣布继续停班停课1天。阿里山新林铁路嘛停驶到初二。康瑞台风影响，阿里山林铁11月1日、11月2日全线停驶，将视天候许可进行路线巡检后，另行公告复驶时间。控制和高雄甲嘉义部分山区的路段交通断站或者受管制。就算讲风台已经离远去，不过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气象署是继续对嘉义甲高雄的山区发布大雨警报，嘛提醒山区的民众都要多多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